哇！今仔朝我来看阮阿公，对啊，我客孙呢。对啊，啊，你还有你还有在，我会更寒，你会更好寒。是人。啊是安怎遮侪地君，我会带你来遮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你敢有听过人讲吼，信众地君的金星动骹手？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，动骹手你确定？你讲的是不是这这？金宫无共款，这金星吼，你会当动骹手吼，迄是地君答应你会当动骹手，你会当乌叶金星。哦，伊的金星，这我绝对无相信。唔相信，咱会问看卖就知来问啦。啥？是大人，阮爸爸来伫咱新北市社发生一个车祸，啊，昏迷不醒，啊，医生也宣布讲差不多啊，啊，叫阮爱食安尼。啊，昨天转来请教地君的，啊，地君来指示讲袂使叮当，叫我直接，指示讲7天后一定会醒起来。结果7天后真正醒起来，至今活到85岁。这是阮爸爸。哇，我那个对阮是我定定来，啊，阮妈妈我啦吼，阮太太，啊，阮后生，我嘛直接咧做义工。阮阿公阿公慈悲啊，啊，对，可能在做伊是不是？我讲威啊。嘿是，在古早时代啦吼，咱可能几百年啊，较早医学无发达嘛，啊囡仔吼大人，若有啥物发烧未拢求生拢求生命嘛吼。所以恁是这阵啊对啊，今嘛即马迄阵开机的敢？开机的对咱前头前迄阵哦，是好低的咧。咱的地君就是中即阵细阵的。哦，我等下请出来互大家见证一下，讲咱地君当初的神迹是安怎。哎，地君请，哦，请来，歹势，地君歹势哦。地君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注意，这就是咱开机的地君哦。咱开机的老地君300几年，咱的逃生救人的是在台湾才有大家。对啊，哦。啊你啊！哇，哎，中间你被挖了一个洞，你挖一坑啊嘞。啊，金星无代志，地做食。哦，我讲安尼啦，啊注意啊，啊毋是讲注意会甲地君请去厝里，啊是请即阵地君吗？是较早咱还未建立的时阵吼，是咱由咱遮在地单厝吼，四地厝，就是4个房头轮流请等于服侍。哦，啊尾啊请轮流请到尾啊抓地君抓拍无。啊？这阵吗？对，啊无法度抓临时搁去调一阵少年地君在咱内底。上边后壁迄阵了。系啊，我嘛使请出来互大家看卖。说你啊，注意啊，即马无咧考这啊，啊要。请地君帮助是要安怎？不管什么代志，你拢会使甲求吼。啊，若是要紧的、紧急的，咱会使请地君讲讲。啊，那如果当然啦，无紧急的，其实阮有一个真好的，就是 DIY 的会马。会马是什么意思？会马就是咱家己做，咱地君有骑马嘛，赤兔马。赤兔马。哦，赤兔。哦，赤兔马。啊，咱家己来捐印啦。啊，你讲祈愿柱咁款的。啊，你袂歹咧，啊，咱该会当试看卖。哇，注意，这巴肚水呢！这是咱甲少年地君用 Q 版的呈现在这里。好可爱哦！因为咱地君马上在行嘛，啊，伊就甲咱元宝上来，咱会使在这拍照接他的元宝，我们一起接。好来了，好，准备啊！1、2、3，耶！